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5，约翰一书2章24节安尼讲：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你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，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全能圣洁的天父上帝，愿来到你面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。主啊，你是自有永有的上帝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将来永活永在的真神。主啊，你的智慧无通测度，你的信息永无改变，你的救恩直到万世代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地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，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。无论环境如何变化，拢抓牢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常常笑念默想你的真理，互福音毋若是阮所听见的，搁较是阮所要活出的使命。主啊，因为阮若持守起头所听见的，就要继续活伫你的内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